在这台未来的高雄厂区是旧的中油高雄的炼油厂，目前长的时间附近嘛会整地。昨早起工地传出讲有微波弹，国军嘛随去现场来清炸弹，初步是认为是无安全的问题哦。市政府嘛强调讲，整地工程未受到影响，会继续进行。怪手挖斗挖出来，毋拿涂刷，搁有一粒真大粒的微波弹。地点就伫个高雄南马溪中油炼油厂旧地址内底，也就是台积电未来伫高雄的厂区。二日透早，工务局委外厂商做整地工程的时阵，伫厂区西边挖出一粒重轻磅的微波弹。中油扩厂期间，也都陆续有挖到未爆弹。过去这40-50年来都已经有发生过。这次发生这个未爆弹，我相信也是年代久远，生活在那边都已经习惯这种危险事件。附近中油裸体居民烦恼施工安全，无奈表示高雄炼油厂旧地址过去嘛捌挖着微波弹。不过，国军判断挖出的炸弹是粘体，毋是微波弹，无危险性。为早期遗留1000磅空用炸弹残体，弹体严重锈蚀，无引信，批号不明，无维安顾虑，已移运入库妥存。市府解说，炼油厂第二级时期是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，推出炸弹是当时美军轰炸留落来的。军方未爆弹处理小组将疑似的未爆弹移除处理。据了解，高雄炼油厂以前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，推测可能是在日据时代美军轰炸当时遗留的未爆弹。人车出入27透早，台积电厂区继续施工当中。国军表示，炸弹粘体已经移除，后续会销毁。市府嘛强调，整地工程无受影响，会继续进行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